台湾原生山茶嘅生产期分散，无按好涨，产量咪相对高少。上尾摘茶师傅摘嘅贵主边嘅山茶过后，总共带转嘅10斤嘅茶芯。呢度嘅山茶食起来味是很过好，又安全同猪文同也量嘅，年纪加加烘来超过170岁嘅做茶老师傅，和从乡呢难得看到嘅素草山茶。 看到很多见到嘅台湾原生种山茶，83歲許文全同86歲朱文彤歡喜啊，再度合唔住。為到愛茶廠試驗比法，用做茶師傅調一日，喺同樣推杜方嘅茶廠永遠散開，先俾走水。即當一盤呢哦，就會重手，我再出不送啊，唔做天山菜啊，佢同風啊，有冇攝到，有冇被攝到安尼啦？ 等茶廠一落鑊，許文全專心看頓鑊度，兩隻樹很同意，見邊見炒，也可以經過加溫，莫再碰茶廠必須發的實場作業，還要隨時注意火莫太辣，溫度莫太高。見咗見皮呢嗬？皮看有出貨人冇？出嚟呢，起條必走啊！出嚟嘅那個那煙啊，會散開必走，讓好夾走。 經解說，用樹去吃溫度貼高膜，無會貼爛膜。這種純手工嘅炒茶功夫，一旦從要求係手板去夾，還要有耐心裝燉，也就係攞一片人工嘅功夫茶。是講，就算係老師傅，嘛都唔掉也高嘅溫度。做茶順手，學我喺講睇做茶啊，免後手結啦。 個雞啊，大雞啊，皮啊嗰啲，但係好皮呢，喺樹膠啊，喺邊落起嚟個神，嗰個尖啊，翹起來。兩件呢，一件人出落係一個還冇落。用手工炒茶幾辛苦，是講苦係做得穿家條切馬來做，喺原生種山茶樹寒情釀嘅乾淨釀推，如果天氣有幾多菜天嘅熱，意思山茶叫4年讀書。 佢係為了佢係哦，茶家私啊唔係茶啊，嘅時間，連冇佢嘅係冇乾嘅，我就要摘嘅嚟賣好，雖然做茶嘅就講讀書都要錢安尼啦，就安尼學生了見100咁嘛，1兩億隨便用嘅時間咧。我做嘅吼，有人我要賣吼，我都賣個便宜來食安尼。實在講來是山茶清好，樣板好呢。 冇其他嘅毒性，冇殺藥，尤其是人講風啊，佢葉嘅跌下來，做皮，佢就食安尼茶根就食安尼嘅有機質嘅迄個補藥哦，比較較自然，所以講茶嘅即個山地啊，就真好食，冇清鹹。 山茶炒好味，10斤嘅茶廠炒一炒味，最味搶春末2斤嘅茶芯。許文全講，也冇2斤嘅茶芯，係冇朱文同嘅天數，搶嘅7家可以供應人做嘅好。佢用機器製茶原角到位，做得按吃菜同樣個味，用下來炒一煲好茶，也嘛係最難得嘅養分。